台湾话艺术水个好，国情解说2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迄天拄好阮庄的庙咧闹热，我行对庙前过，听到老阿姑啊伫咧吵。哇，原来布袋戏伫咧搬主演，开场就讲啊，讲四句连讲15月中一张图，武松杀手手举刀，仙人拍鼓有时错，骹步打叉啥人无？来，你注意甲看，翁仔举出来武松要抬啥？阿嫂还袂抬，先抬西门庆。讲西门庆啊，西门庆，武松即身翁仔的口碑讲你上不正即下歪，上不正即下歪，搁真赶紧举笔出来抄。这拄我甲华语一句讲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意思要歪要歪。台湾话讲了较简省，就是讲吼。老爸若做歹样，时势对咧看歹样，讲上土的一句真正我毋敢谈节目中讲的，讲时大无好样，时势讨回想就对啊啦。西门庆抬了，即马过来，哦，我咧别咧吵尔，人台前官无做偌紧，你敢知？换要抬潘金莲咯，结果潘金莲翁仔跪落去，甲武松哀求。讲小姐啊，小姐啊，你都唔通安尼生啦！人讲家事不出外扬，你安尼甲西门庆抬死，连我都要抬，规庄拢知影我做这个老亏代。家事不出外扬，拄我甲华语另外一句话，我哪插一个？你若华语讲家丑不可外扬，毋过啊，台湾话讲家事，伊就无分好歹事啊。意思讲，咱爱有内外，家内事。唔通出去外口弄洋，安尼生是闹亏大啦。啊，朋友你嘛知，有看过水好断的人，拢知影讲西门庆啊抬，潘金莲啊抬，到落尾武松去投靠宋江，要反政府啦，要反朝廷啦。宋江甲武松一个对谈尔，武松安那表明，讲若我无求名无求利，因为生事不必在我。好，听到这句口碑呢，国人赶紧搁再举笔出来抄，因为你若华语咧讲成功不必在我，又搁差一字啊呢？台湾人哪会拢共改一字？在国情的浅见，台湾人讲话吼，一向拢真顾谦啦。家内事无论好歹事，咱拢不出外扬。成功也是失败，总是代志会当完成就好。成事不必在我，这就是原来将华语一句流行的话，一句俗语改一字。高声今日节目3句甲败笔做伙，互朋友探讨甲参考的所在。